鐵話為便利大眾出外歡度農曆新年佳節，將會喺今個星期五至農曆新年期間，喺不同時段加強多條重鐵線嘅服務，總共增加600多班列車。其中喺今個月16號，即係農曆年29，港鐵將會提供通宵服務。年初一同初二晚上，亦都會加密部分鐵路線嘅班次，方便市民觀賞花車巡遊同維港兩岸嘅煙花匯演。香港測量師學會表示，為回應社會對樓宇安全嘅高度關注，成立跨測量專業組別嘅樓宇維修工作組，檢視市場運作、監管及法規，提出具體建議，改善整體市場生態，防範維修陷阱，提升同確保工程標準。測量師學會表示，工作